永远的安心，历尽风霜也是无关系。爱知家庭快活准，无怨有缘快快去。拄着家好光景，天空别家会心心，望所有该主的心情。心中难免有着无顺的逆境，坚定的意志永远不变。虽然一太久，努力家己会前进。三德用心的完成，历尽风霜也是无完成。爱情家庭快活准，无怨有缘快快去。拄着大好光景，天空别家会心心，望所有该主的心情。心中难免有着无顺的逆境，坚定的意志永远不变。虽然一太久，努力家己会非常感谢各位。那对于学客来说，客体尤其对着咱尊尊的现况，会使讲非常难去甲理解。如果若讲了无作为做来跟咱全部下垂，咱的遐哩处长，咱组长本身的就比甲学客一个教授以上，各位谢谢。大众请起。感谢讲师指挥，写到一鞠躬，坤到一鞠躬。关师嘛，那你应该有在这里吧？他那个那是哪里嘛？办个高家的，好像不对的咱来闭班了那先生这个比如说比两天，咱就来可以再去咱今天来把热烧在这条叫各位职员身体健康、华体充满，各位的一般记忆神人上契合盛产，105年体会班圆满举办，感谢上天慈悲，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点燃师一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一鞠躬。坤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点燃师一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一鞠躬。今晚很上线课堂。
那来第班哈，第班下午起劳动群3公里简报1鞠躬，2鞠躬，3鞠躬，持下前人1鞠躬，持下点燃10鞠躬，坤报1鞠躬，2鞠躬，3鞠躬，持下前人1鞠躬，持下点燃10鞠躬。各位同学，大家下午好。下午好。